由推行到考試，新開設嘅通識科一直受到關注。通識科試卷一共要答4題，每題由2名評卷員改。如果2個人嘅評分差好遠，就會揾第3個人改，即係話最少8個人改一份卷，最多可以去到12個人。試卷中有一題10分嘅必答題，問學生有幾同意香港有不同政黨有助提升政府管治效能。有份改呢一題嘅老師透露，較多學生提及人民力量、社民連同掟蕉，認為考生對其他政黨嘅認識唔深，答案較偏向支持政府。例如認為掟蕉損害政府管治，得分會係中等。如果答到政黨能向政府反映民意，從而制定政策，就最高分。為咗提升學生對政治嘅興趣，喺屯門嘅加拿大神召會加治中學，舊年區議會選舉前，邀請咗區內一個選區嘅3名候選人，人民力量嘅陳偉業、民主黨嘅何俊仁同埋獨立人士沈錦添，到學校出席論壇。論壇嘅主持應屆考生葉振邦話：同學對陳偉業較有興趣。論壇之後，自己亦都比較支持人民力量。我覺得人民力量係特別會吸引啲嘅，因為呢啲嘢喺我哋腦海之中係以前從未發生過啦。咁以前每次睇電視都係啲議員坐喺度投票辯論下咁樣，咁就未有過議員好似黃毓民咁樣掟蕉或者攞晒咁多本書出嚟拉布咁樣。所以我覺得呢一啲係佢哋吸引嗰個民眾嘅手法之餘，亦都係可以引起社會上嘅關注。不過葉振邦冇將心底話寫出嚟，亦都冇寫過人民力量同埋掟蕉呢2樣嘢。佢唔擔心呢一題會太低分。在於我自己嘅立場嚟講呢，其實我都會扮中立啦，同好多考生一樣。我就寫建制同埋泛民都有一定嘅支持啦，因為我覺得，如果真係2個 marker，我寫唔中佢哋心目中嗰個政治傾向呢，咁我呢一題就冇分。咁其實大家考試都係諗住攞高分嘅啫，所以我就唔會為咗分數而咁樣搏一搏咯。學校通識科老師李德惠擔心學生答得太偏激會失分。我就算我真係支持人民力量，冇問題㗎，記住係絕對冇問題。但我講完支持人民力量嘅原因之後呢，我都應該要講點解其他人會支持民主黨或者民建聯。我要講到別人立場。嗱，我講到之後呢，我仲要回應我點樣睇人哋呢個立場喎。咁如果你能夠提出有力嘅論據呢，去駁翻人哋支持呢啲立場係不成立嘅，咁佢咪包裝到自己支持人民力量係好有理據咯。李德惠話：教本港政治嘅時候，學生好容易覺得悶，佢會繼續邀請政治人物嚟學校同學生分享。